据说家祖先就是教人识字的。帮我！帮我！啊！帮我！鼓掌！救援！赶紧看！虽然不像，但这个女的真的是警察。这世界上所有东西都一定有合它逻辑的解释。你看到了？你对我做什么？就跟你说没有。你有？没有。敢打人！找到你了。有早想讲你了，穿古装，所以讲话动作都可以那么慢吗？你偏有病。